由徐天佑執導嘅微電影《子彈人》係改編自佢嘅小說《新飛人協會》入邊嘅短篇故事。呢一日就係一座舊樓進行拍攝，天佑仲邀請咗同佢合作過嘅葉生豪做男主角。因為今次其實呢個微電影就我自己係做導演嘅，咁個劇本都係我自己寫嘅。咁我揾咗葉生豪幫我做一個警察嘅角色啦，咁阿別都就係做裏邊嘅一個打劫匪啦咁樣嘅，係啦。咁你今次喺呢套戲入邊，你自己又有冇參演啊？因為其實呢個微電影係我自己一個短篇小説改編嘅。咁個小説裏邊有個角色，咁可能就有係負責講呢個故事出嚟咁嘅，佢就叫麻生。我寫咗一系列嘅麻生故事小説嘅，咁我就會有一場戲咁樣就交代翻。客串㗎嘛？係啦，客串下，咁但係主要就係葉生豪同阿別都會啦。呢套戲係主要講啲咩？主要講啲咩？你可唔可以其實我真係唔知，我淨係幫朋友㗎咋，朋友出聲幫下手，我就即刻OK得冇問題咁樣咯。OK， 好。係啊，我都係一樣啦，幫下朋友咁大家一齊玩下。雖然我同天佑冇乜點有交，唔係我哋試過有一套戲嘅，但係我哋冇同場。係啦，又係冇同場。娛樂新聞香港採訪報導。